香港法定最低工資喺2026年5月1日起調升，你唔可以唔知。大家知唔知道而家香港嘅法定最低工資係幾多錢呢？醒目，喺2025年嘅5月1日，法定最低工資調升到42蚊1毫子。呢一個調整係採取1年1檢嘅制度，所以2026年5月1日又嚟啦。法定最低工資會調升到43蚊1毫子，即係升咗1蚊咁多。1個鐘頭嘅最低工資只係升到1蚊咁多，咁你又知唔知道佢嘅升幅係幾多呢？其實佢嘅增幅咧係2.38%。呢一個新嘅最低工資會由2026年5月1日起計算，適用到香港所有嘅員工，但係唔包括留宿嘅家庭傭工、部分實習嘅學員同埋工作經驗嘅學員。真係希望殘疾人士喺工場每日嘅津貼都能夠由33蚊提升到43蚊啦。其實佢哋喺工場都付出咗佢哋最大嘅努力㗎。